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台中市议员江和秋，因为后一届要过来选议员，为着避免球员兼裁判，所以辞掉台中市党部的主委。但是伊痛骂讲，民众党的党中央唔但要求伊爱签员工体制的声明书，而且条文阁包括袂当来泄露着党内的秘密。江和秋讲。 党中央若无互伊一个交代，伊就要辞掉中央委员，互蔡壁如的人补起哩。我又不是党公职，哦，我本来我也无领咱党民众党的钱啊，我干嘛自动离职？啊，这个离职下去，我是连中央委员的身份都没有啦。哦，我怎么监督你们？你们讨厌我那么程度那么深吗？哦，你不喜欢我可以啦，但是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。 民众党的秘书长朱优秀讲真歹势，讲这是行政作业的疏失，讲中央党部传予伊的是离职解任的表格，啊，负责督导的副秘书长黄成俊已经自行来处分了，未来会更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